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4至6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啦。出邊就有個露台，對住就係內園嘅景觀，亦望到針山。廚房係梗廚，有雪櫃、爐頭、焗爐、抽油煙機。洗手間有洗衣機、燙衫板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仲有位置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係內園同埋針山嘅景觀。大房放雙人床，仲有位置放衣櫃，呢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對住就係內園同埋針山嘅景觀。